听得这样吸收人世间的苦，透过修的，透过修的，透过行功去慢慢去稀释，这杯茶是苦的，我话给你们才苦的。我啉过这杯茶是苦的，你怀那袂苦？牙痛啊，牙痛。水越透越稀疏，到尾这杯茶会变好饮的，变好饮。人生是苦的，但是透过功德，透过智慧，透过觉悟，一直甲透，透过咱人生的，愈来愈袂苦，咱离苦迄种。所以唯有修德，唯有行德，慢慢咱改变咱人生的苦。是安尼讲，咱来做结论，讲无了，内容丰富。咱讲结论，咱是修消冤解决的苦，会道毋是修无病无苦的苦，会道。咱今日是要修消冤解决的道呢，毋是讲我要修迄个无病我修到拢无破病。咱无考验，毋是安尼啊！咱来知影，咱来想清楚，咱的理念要怎样去搞？修到到底有病，到底会破病，到底有考验？这点咱一定要搞清楚。咱是要消冤解决哦，毋是要修迄个无病无苦的。咱是要修智慧觉照的道，毋是要修一路顺哦。我人生各顺，各平时各好。家庭如意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，毋是安尼，是要修迄个智慧的觉照，互咱愈来愈有智慧去观照去看人世间的事。咱是要修明理通达的道，毋是要修有求必应的道。咱愈明理就愈通达，因为理会当理解，咱就当愈通达。毋是要修我用求上天、求仙女、求老师，就互我有些感应，毋是安尼。若无感应的，变怎？我就无爱修道人嘛，毋是安尼。咱是要修迄个明理通达的道，咱是要修了解危险的道，毋是要修撇解的道。到尾就是哪？就是要了解原相，毋是要修迄个道知撇人，我拢无知无人，是无？咱是要修超生了死的道，毋是要修永远袂死的道。咱人拢会生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足正常的。但是咱是要修超生了死的道，是透过这个有生死的道，是要透过有生死的身躯来修这个超生了死的道。咱来听一条歌，就拍落，我是文经歌。还是当初啊，大学已经，含笑人，咱大家拢笑啦，我就讲紧的。